中国放弃清零政策后，正在经历中共病毒的感染高峰期，并波及到了医院。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中共医务人员感染中共病毒的人数正在迅速上升，其中部分人员被要求带病继续工作。报道说，记者目前无法及时获得医院候诊人数和床位使用人数，但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图片显示，北京和邻近城市都有不少人员需要等待数个小时后才能就诊。一位医生说，他所在的医院每天都有700到800发烧的病人来看病，医院现在用于治疗发烧感冒的库存药都已耗尽，医院的医护人员也缺乏保护措施。北京一所大型公共医院的医生告诉路透社说，北京各个医院近80%的医护人员已经被感染中共病毒，但其中很多人仍然被要求继续工作，因为缺人手，医院所有的手术都已经停止。中共政府放宽中共病毒防疫措施后，确诊病例快速增加。不过，世界卫生组织12月14日表示，在中国政府开始放宽中共病毒防疫措施之前，中国境内的感染病例就已经剧增。法新社报道称，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紧急计划执行主任莱恩告诉记者，中国确诊呈现爆炸性成长，与解除中共病毒防疫措施无关。早在松绑清零政策之前，病例就已经开始剧增。莱恩表示，中国式的中共病毒防疫措施对付奥密克戎变异株并不像对付之前的病毒株那样有效，奥密克戎传播力超强，疫苗覆盖范围有限，缺少高效率疫苗，有引发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的可能。纽约时报说，对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来说，中国的一些统计数据超出了合理的界限。中国称，自从6天前放松了中共病毒清零政策以来，还没有出现一例与中共病毒相关的死亡。相比之下，美国仅在周二一天就有469例与中共病毒相关的死亡病例。英国外相科韦利12月14日宣布，中国已把6名中国驻曼彻斯特外交官调离了英国，包括总领事郑希元。科韦利表示，他以12月14日为期限，要求中国政府撤销涉事殴打他人外交官的外交豁免权，以使他们必须接受英国警方的调查。作为回应，中国政府在期限届满时自行撤走了6名外交官。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布答记者问，却声称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任期已满，不久前已调回国，强调是中方正常的人员轮换。英国广播公司分析，中国自行撤换外交官的决定是要避免他们最后被英国驱逐出境，也被视为是试图缓和争端，避免英国与中国之间进一步针锋相对的行径。英国外交部曾表示，如果警方的证据充分，将要求中方撤销涉事殴打他人外交官的外交豁免权，并警告若中方拒绝，将会有外交后果。12月14日，加拿大跨党派议员在国会一致投票通过反活摘器官法案，这是加拿大首次通过立法打击活摘器官、器官移植旅游和器官贩卖等活动。从2006年开始，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已故的前国会议员大卫做出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证实了中共秘密的大规模活摘维吾尔人及法轮功学员器官，并出售他们的器官谋取暴利。与此同时，受中共迫害的维吾尔人、法轮功和藏人在国会山前集会和游行，声援此项法案顺利投票通过。这项法案还将修订移民和难民保护法，从事贩运人体器官活动的永久居民和外国人将被拒绝进入加拿大。加拿大保守党议员威尔森表示，该法案规定，加拿大人去外国获取被非法摘取或非法获取的器官是非法的。